做運動可以改善高血壓，你係咪第一時間都諗起跑步、游水、打波呢類帶氧運動呢？2023年一份權威研究發現，有一種唔使跑、唔使跳、唔使太劇烈嘅運動，持續做2星期，上下壓就有明顯改善，降血壓效果比做帶氧顯著。研究一出，各地專家都支持轉載，認同呢種運動可以促進血流，唔需要任何器材，喺屋企都做到，唔會造成過度負荷。特別適合有關節問題嘅朋友。雖然本港衛生署過往嘅資料指出，等長運動會導致血壓上升，不過呢種講法未能夠反映最新醫學研究。的確，如果過程中閉氣會造成短暫血壓飆升，但係只要保持正常呼吸，唔好閉氣，等長運動唔單止安全，甚至被證實對血壓控制有益。2023年發表喺英國運動醫學期刊嘅研究，比較咗5種運動對降血壓嘅成效。研究以2星期為訓練週期，分析1990年至2023年嘅270項試驗，涵蓋近16000個參加者，亦都排除咗其他影響血壓嘅因素，例如係藥物。結果發現，等長運動嘅降血壓效果最好。等長運動係靜態運動，靠肌肉發力，身體姿勢不變，關節唔喐。當然要保持呼吸，持續嘅肌肉收縮，有助提升心臟嘅泵血效率。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減少血管阻力，令心臟冇咁大負擔，達到降血壓效果。做任何運動之前都要先做熱身，而家就同我一齊做3個嘅熱身運動啦。